美国政府周三敦促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提高石油产量，以应对汽油价格不断上涨。美国认为这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批评世界主要产油国，称他们导致了疫情过后全球原油产量水平不足。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电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穆哈尼表示，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已经不存在政治障碍。沙穆哈尼在自己的推特页面上刊文说，8月11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与沙穆哈尼通话会谈。吉尔吉斯斯坦将从土克曼斯坦进口5亿90万千瓦时电力。吉尔吉斯斯坦能源工业部发表声明称，能源工业部部长多斯库尔别克莫尔扎耶夫与土克曼斯坦能源部部长沙利米拉提普尔切科夫签署了一份促进电力出口的协议。据自由亚洲电台证实，已失踪几年的新疆大学语言学院教授亥热提江欧斯曼于去年被判有期徒刑10年。据悉，亥热提江欧斯曼在维吾尔古典文学领域从事研究、课程和教师工作至少40年，于2018年被送进所谓职业培训，后来被判刑10年。据称，亥热提江欧斯曼被指控在其所有教科书和研究论文中过分扩大维吾尔文化、边缘汉文化，煽动种族仇恨。他所谓的罪行还包括参加在土耳其布尔萨举行的突厥学会议。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11日签署埃米尔令，任命班达尔为卡塔尔驻沙特阿拉伯大使。这是自2017年6月海湾断交危机以来，卡塔尔首次向沙特派驻大使。由于加薪事宜谈不拢，德国铁路司机员今天进行大罢工，干扰铁道系统运作。由于德铁与德国火车司机工会未能就加薪达成协议，工会内部表决后决定发起罢工。这场罢工昨天先从货运服务开始，今天扩大至其余铁道网。根据德国铁路公司，目前只有25%长途列车运作中。据宣布，以色列正准备批准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建造2200套犹太人定居点新住房。以色列国防部下属的民政规划高级委员会将于下周举行会议，批准在西岸各地建造2200套新住房。